何應欽係黃埔軍校總教官，陸軍一級上將，喺軍中地位只僅次於蔣介石。佢兩個直到抗戰勝利前一直都係合作無間。但點解蔣介石會對何應欽恨之入骨呢？喺佢日記裏面評論何應欽時，更係毫不留情。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冇骨氣冇人格，誠枉費我一生之心血。甚至同身邊親信講話：我唔殺佢，已係仁至義盡啦。今集就講一講何應欽嘅故事。大家好，我係金特利，歡迎收睇金特利講歷史。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之前，何應欽就已經喺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擔任參謀。黃埔軍校成立後，蔣介石以校長身份任命佢做黃埔軍校少將總教官。從此，何應欽一直追隨蔣介石，直至1987年病逝於台灣為止。1909年，何應欽被東京振武學校錄取，並於翌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何應欽輟學回國，參加咗光復上海之役，同蔣介石一齊喺護軍都督陳其美嘅司令部任職。二次革命失敗後，再去日本，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1915年，何應欽學成返去貴州故鄉，遇到佢生命中第一個貴人黃文華。黃文華係貴州新崛起嘅一名軍閥，何應欽娶咗黃文華嘅妹妹黃文湘，更受邀成為黃文華麾下其中一名團長。但嗰時貴州最大嘅軍閥係劉顯世，佢手執省長、督軍、軍務會辦三粒大印。黃文華係佢嘅外甥，但崛起得好快，喺權力面前牲口都冇情講。1921年，黃文華被劉顯世派人刺殺，黃文華集團瓦解，何應欽逃亡到雲南，投奔滇軍總司令顧品珍，期間曾被劉顯世嘅刺客開槍打傷胸部同腿部，大難不死，再逃往上海。1924年，何應欽經黃文華哥哥黃伯群等人介紹，赴廣州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佢係同盟會嘅老成員，又有同蔣介石共事嘅經歷，又做過貴州廣武學校校長、雲南廣武學堂教務長，喺軍校教育方面頗有名氣同經驗。再加上得到日本士官學校同學黃柏齡推薦，於是被蔣介石任命為黃埔軍校少將總教官。何應欽一生嘅命運開始同蔣介石緊緊連埋一齊。黃埔軍校以教官同學生為骨幹，組建咗兩個教導團。教導團就係國民黨第一支黨軍，由蔣介石任總指揮，而何應欽就係教導第一團嘅團長。嗰陣時，顧祝同、劉志、錢大鈞等人都係何應欽嘅下屬。1925年，盤踞東江嘅陳炯明自封救粵軍總司令，兵分三路進犯廣州。廣州革命政府隨即組成東征聯軍反擊。何應欽率領嘅教導第一團約2000人，同陳炯明麾下最精銳嘅林虎部2萬人喺棉湖相遇，雙方強弱懸殊，但何應欽不能後退。此戰若敗，仲喺萌芽階段嘅黃埔軍校亦將被扼殺喺襁褓之中。何應欽同蔣介石嘅革命生涯可能就咁玩完，所以此戰被譽為係黃埔軍校嘅生死之戰。兩軍戰況之激烈，令人諗起弔古戰場聞過一句：白刃交繫寶刀折，兩軍速繫生死決。教導第一團奮力作戰，喺戰鬥最危急嘅時候，林虎嘅部隊甚至衝到何應欽指揮部不足200米處。何應欽命令號兵吹響衝鋒號，親率一個特務連進行逆襲，頂住咗敵軍，穩住翻岌岌可危嘅戰局。好在黃柏齡率領教導第二團及時趕到，喺林虎軍側翼投入反擊，最終取得咗棉湖之戰嘅勝利。教導一團喺此戰中9名連長有6名陣亡，可見戰況之激烈。戰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話：我仲以為蘇聯10月革命嗰陣時處境已經非常困難，但都未能同呢次棉湖戰役相比。
佢高度評價教導一團嘅戰鬥，認為當時如果何應欽稍有動搖猶豫，戰局就將不可收拾。何應欽自己亦一直將棉湖戰役視為平生得意之作，每年3月13日棉湖之戰紀念日，佢都會出面邀集有參加過此役嘅黃埔師生聚會，以示紀念。呢個聚會一直到佢晚年從不間斷。喺影片繼續之前，懇請各位先訂閱呢個頻道，仲有幫影片按一個讚，如果可以嘅話，亦都可以加入成為頻道會員。多謝大家。喺呢度，我想岔開一筆，講一講黃柏齡。佢係蔣介石嘅結拜兄弟，一齊追隨孫中山，係黃埔軍校嘅教授部主任。何應欽就係佢介紹過嚟，所以論資歷，佢本應係黃埔嘅第二把手。但佢本人冇乜嘢政治野心，嗜好享樂，又經常嫖到失聯，所以成個黃埔軍校都係由蔣介石同何應欽主導。1926年，蔣介石北伐軍打到去南昌，作為前線總指揮嘅黃柏齡竟然走咗去當地嘅青樓嫖妓，連自己嘅副官都揾佢唔到。後嚟仲棄軍潛逃，間接導致北伐軍被趕出南昌。呢件事重創咗黃柏齡喺蔣介石心目中嘅信任。此後佢亦淡出咗實際帶兵嘅軍職，雖然仲掛有國民黨中央委員身份，但基本上已不問政事，全心研究佛學。抗戰時期喺成都病逝。平定兩廣後，教導團抗編，改組為國民革命軍。蔣介石任第一軍軍長，何應欽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第一軍後嚟發展成蔣介石嘅中央嫡系，而第一師就係黃埔學生軍嘅純粹血脈，係嫡系中嘅嫡系。北伐開始後，蔣介石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第一軍軍長就由何應欽接任。何應欽接任第一軍軍長兼北伐軍東路總指揮，由福建進入浙江、上海，並於1927年3月攻佔杭州，大挫孫傳芳嘅軍隊，從此聲威大振。何應欽威望一高，對蔣介石就冇再咁恭敬。蔣介石生性多疑，兩人關係就開始產生微妙變化。1927年7月，張宗昌嘅直魯軍攻陷徐州，蔣介石指責何應欽指揮無能，仲親自去前線指揮作戰，結果輸得仲慘。蔣介石一怒之下，將第10軍軍長黃天培處決。之前蔣介石發動412清黨，已經引起咗寧漢分裂，依家北伐戰事挫敗，蔣介石仲擅自槍斃軍長級嘅黃天培，引起咗軍心動搖。李宗仁、白崇禧乘機喺軍事會議上向蔣介石問責。當白崇禧公然要求蔣介石離職時，蔣介石轉頭望向何應欽，希望佢能打完場。但喺呢個關鍵時刻，何應欽竟然一聲不響，蔣介石只好拂袖而去。事後蔣介石就話，當時只要何應欽一句說話，我係可以唔使走嘅。呢次事件就令蔣何關係出現咗裂痕。蔣介石下野後，由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組成軍事常務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並喺龍潭之役大敗孫傳芳，成功保住南京。但三人顯然冇足夠嘅能力支撐大局，因此短短半年後，1928年1月，經過國民黨第2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要求蔣介石復職。蔣介石復職之後，立即撤銷何應欽第一路軍總指揮職務。第一軍係以黃埔學生為基礎建立，係自己嘅嫡系。當初將軍長職位交俾何應欽，代表蔣氏何懷心腹，依家將佢撤銷，代表逼宮事件後，何應欽再唔係蔣介石嘅心腹啦。之後蔣介石將第一軍整編為第一集團軍，自任為集團軍總司令。何應欽則調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再冇指揮軍隊嘅實權。喺全面抗戰爆發前嘅1930年代初期，何應欽堅決擁護蔣介石讓外必先安內嘅政策，加上曾留學日本嘅背景，
被認定為親日派。918事變之後，何應欽擔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主要負責對日交涉。由於當時南京政府認為國力不足以同日本全面開戰，所以主要採取忍讓嘅策略，以贏得更多備戰時間。何應欽都好清楚雙方軍隊實力懸殊，光靠一股熱血去開戰只會亡黨亡國，但佢唔願意背上賣國嘅罵名，所以耍咗啲花招。1933年塘沽停戰協定，全權委派洪彬簽名，而1935年何梅協定更係冇完整文本，全部通過備忘錄嘅形式嚟商定。雖然係咁，何應欽喺全國嘅聲譽亦係大受損傷，唔少人認為佢向日本妥協賣國，間接幫蔣介石孭咗個黑鑊。呢件事唔多唔少挽回咗少少蔣介石對佢嘅信任，但之後發生嘅西安事變，當蔣介石喺西安被扣生死未卜之時，何應欽竟然力主調集大軍炸平西安。佢究竟係想救蔣介石，定係想借刀殺人，自己取而代之呢？呢件事亦成為咗蔣介石徹底唔再信任何應欽嘅導火線。去到台灣時期，蔣介石唔再重用佢，佢又過住啲咩生活呢？1936年12月12號，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俾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喺南京代行蔣介石職權，主持大局嘅何應欽主張武力營救，話將楊義仁劫持最高統帥，目無黨紀國法，已係叛逆行為，唔討伐，唔足以伸張法紀，仲自任為討逆軍總司令。孔祥熙、宋美齡等主和派認為何應欽此舉係想借刀殺人，用軍事進攻嚟刺激張學良、楊虎城殺咗蔣介石，咁佢就可以取而代之。何應欽同宋美齡作出激烈爭辯，何應欽鬧宋美齡：你一個婦道人家識條鐵咩？宋美齡就鬧返何應欽不知所謂。12月14號，同張學良關係親密嘅政治顧問端納帶住宋美齡嘅親筆信飛抵西安會見蔣介石。宋美齡喺信中意味深長咁寫咗一句：南京城內氣中有氣，建議蔣下令停戰。睇到蔣介石嘅手令，何應欽先至不得已罷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蔣介石返到南京，何應欽率軍政大員到機場迎接。當我哋以為蔣介石會好似上次下野復職返嚟一樣，立即解除何應欽嘅職務，但出乎意料嘅係，蔣介石對何應欽表現得非常親切，唔止冇追究何應欽，仲喺各種場合提到話，西安事變之所以能夠和平解決，都係因為何應欽施加軍事壓力嘅結果。呢個亦即係話，何應欽嘅討伐俾咗蔣介石一個好好嘅下台階。等外界認為張學良係因害怕而釋放蔣介石，唔係蔣介石服軟先至被釋放。但事實上，蔣何兩人心中嘅芥蒂又加深咗一層。經過下野事件同西安事變，蔣介石始終冇將何應欽一腳踢走，或多或少係因為何總教官呢個身份。黃埔出身嘅將領多多少少都同佢有師生之誼。喺嗰個年代同埋國民黨嘅官場文化裏面，呢個紐帶關係非常重要。蔣介石能夠掌握軍隊，亦係多得黃埔校長呢個身份。1935年，國民黨重新頒授軍銜，8名一級上將裏面，何應欽係唯一一個中央軍系統裏嘅一級上將。呢個地位令到蔣介石唔可以輕易去喐何應欽，驚會造成黃埔系嘅分裂。西安事變之後，何應欽雖然仲擔任軍政部部長、第4戰區司令長官、中國遠征軍總司令、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等職務，但都係位高而冇實權。蔣介石唔會再俾佢執掌真正嘅軍權。喺影片繼續之前，懇請各位先訂閱呢個頻道，仲有幫影片按一個讚。如果可以嘅話，亦都可以加入成為頻道會員。多謝大家。
何應欽人生最輝煌嘅時刻就係1945年9月9號，以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身份喺南京接受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嘅投降。可以喺咁嘅歷史時刻代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自然係青史留名嘅莫大榮耀。有人問，點解蔣介石唔親自主持受降儀式呢？主要原因係岡村寧次軍階只係大將，並非日軍最高首腦，而自己身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主持受降會有失身份，因此由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何應欽做代表就最適合不過。喺受降儀式上，何應欽企起身，雙手接過岡村呈遞嘅降書，被認為係對投降嘅日本人太過禮貌，冇勝利者應有嘅威儀而飽受詬病。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寵信嘅陳誠已累積到一定嘅經驗同威望，於是將軍政部長之位交咗俾陳誠。何應欽卸下做咗14年嘅軍政部長一職，仲有陸軍總司令同參謀總長職務，改任聯合國安理會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團團長，變相係流放。何應欽出國後憤憤不平，同部下講：陳誠算得係乜嘢？我做師長嗰陣時，佢先至係連長。喺接落嚟嘅國共內戰，何應欽差唔多冇任何角色，直至中央同桂系分裂。基於制衡需要，蔣介石喺1948年5月再揾翻何應欽出嚟做國防部長。蔣介石下野後，經李宗仁同意，再升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作為國防部長，何應欽本可以調動同指揮全國嘅軍隊。當佢試圖命令宋希濂到湖南常德、芷江一帶構築防線，阻止解放軍南下時，宋希濂卻將部隊退到湖北恩施，並表示只會聽從蔣介石指揮。何應欽被蔣介石、李宗仁嘅鬥法逼到焦頭爛額，於是喺1949年5月30號率領內閣集體辭職。李宗仁一再挽留，何應欽話：德公，你如果要我繼續做落去，我只有2條路可走，一係逃亡，一係自殺。何應欽辭職後，原本準備前往美國做寓公，安享晚年。佢任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團長時，已喺美國買咗樓，為自己留咗退路。但蔣介石唔想俾何應欽就咁離開政壇，佢命令何應欽必須火速赴台同甘共苦，並已準備好專機接送。當時好多追隨蔣介石多年嘅國民黨要員紛紛逃亡海外或滯留香港，何應欽為此亦做咗一番思想鬥爭。佢心裏明白，喺非嫡系者眼中睇嚟，佢係蔣介石嘅嫡系，但實情係佢同蔣介石之間早就結下咗重重心結。但係到最後，何應欽都聽從蔣介石嘅召喚，帶埋家眷飛去台灣。去到台灣之後，何應欽冇再出任公職，甚至連一處可以住嘅地方都冇。好在佢嘅老部下時任台灣警備副司令柳先銘見何應欽咁落魄，就將自己喺台北嘅一間小樓房讓俾何應欽一家暫住先。何應欽喺老部下口中打聽到蔣介石喺同蔣經國等人傾偈時提到自己，直接拍台咁話：冇殺佢已經係我對佢最大嘅恩典了。何應欽了解到自己嘅處境，從此深居簡出，閉門思過。佢所思之過就係參與桂系逼宮同埋西安事變中嘅主戰，好驚蔣介石會翻舊賬，攞佢嚟開刀。喺當時台灣政局尚未明朗化，個人前途未卜之際，何應欽處處如履薄冰。為避免蔣介石再對自己有所猜疑，何應欽借美國記者訪問自己對台灣政局嘅睇法時，剖白自己嘅心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從政時不負為國家公僕，依家只希望成為自由中國一個普通公民。何應欽咁識做，加上監察院彈劾李宗仁時，何應欽積極發言，並且全力支持蔣介石復職總統。蔣介石就送咗一個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席職位俾何應欽，等佢有啲嘢做下。
1950年8月，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成立，呢個係蔣介石為咗清理門戶，將過去派系林立嘅國民黨改造為蔣家天下嘅核心權力機構。喺新嘅權力機構中，蔣介石連任總裁，陳誠、蔣經國等10人為中央常委，何應欽只得一個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嘅虛銜。陳誠嘅得勢令同佢相鬥多年嘅何應欽最難以接受，但係何應欽嘅長處之一就係得勢時唔會太驕傲，失勢時能夠自我調節，處之泰然。佢唔會有太多牢騷同憤懣，而且到處吹捧蔣介石反共思想，樹立蔣介石光輝形象，因此佢最終得到蔣介石嘅原諒。話何應欽係親日派，相信佢本人都唔會否認。中華民國偏安台灣，蔣介石啱啱復職，極想取得外界認可。日本係其中一個蔣介石想爭取嘅對象，因此派出何應欽去做一啲聯絡嘅工作。何應欽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係私交唔錯嘅朋友，主持授行時對岡村寧次亦俾足面子。喺何應欽嘅庇護下，岡村唔止逃脫咗遠東軍事法庭嘅審訊，仲俾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法庭宣判無罪。喺國民黨敗走台灣之前，何應欽又設法將岡村偷偷送返去日本。1952年4月28號，何應欽有份促使日本當局同台灣政府簽訂中日雙邊和平條約，為台日關係作出咗好大嘅貢獻。何應欽一生只娶咗一任妻子黃文湘，即係佢軍旅生涯第一個貴人黃文華嘅妹妹。就算黃文湘冇幫佢留下香火，佢都冇諗住再娶第二個妻子，而且對黃文湘亦未有一絲抱怨，始終矢志不渝咁愛住佢嘅妻子。1952年，黃文湘患咗乳癌，當時被醫生診斷為晚期，無法進行手術治療，等同宣判死刑。但何應欽冇放棄，每年都要陪同妻子赴日本求醫，每日都幫佢斟茶遞水，照顧佢嘅起居生活，從來冇一句怨言。亦因為何應欽嘅悉心照料，黃文湘竟能奇蹟咁多活咗26年，直到1978年先至病逝。當時台灣嘅媒體將何應欽稱為中國第一好丈夫，連美國、英國嘅媒體記者都嚟採訪佢，盛讚佢嘅偉大。何應欽嘅晚年，除咗照顧妻子黃文湘之外，就係種花。佢託人從貴州老家帶嚟故鄉嘅蘭花品種，小心翼翼咁喺台灣土地上培育，睇住呢啲花長大盛放，大概就係佢離故鄉最接近嘅時候。另外，佢仲會飲少少貴州茅台。佢本來係唔中意飲酒嘅人，所以佢飲嘅唔係酒，係鄉愁。1979年，何應欽90歲生日，蔣經國向何應欽頒發國民黨嘅最高榮譽國光勳章，並親自主持祝壽茶會，台灣黨政軍最高長官全體參加，可謂極盡殊榮。何應欽喺1987年10月21號去世，享年98歲。佢曾對女兒何麗珠咁樣回顧自己嘅一生：蔣公俾我嘅最大榮譽係抗戰結束後喺南京主持授行大典，而嚟到台灣之後，經國先生俾我嘅最大榮寵係參加咗我嘅90同95歲壽誕祝賀。我呢一世人得到好多平常人得唔到嘅嘢，都應該要滿足啦。好啦，有關何應欽嘅故事，我暫時就先講到呢度。歡迎留言討論同補充，我哋下次再見，拜拜。